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们今天来聊聊美国是怎么选举的吧。娃娃 TV。我长这么大在台湾也没有参与过选举，也没有投过半张票，因为每次台湾要投票的时候我都不在台湾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而这次6月5号加州的投票选举呢，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选举活动。不过我不是去投票啦，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，所以我并没有这项权利。我这次去呢是去做选务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呢是只要年满16岁的美国公民或者是拥有绿卡的永久居民呢都可以申请去打工的。而这个工作呢其实并不难，也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只是它很累也很无聊，因为你早上6点就要到投票所去做准备，然后你要从早上7点呢一直坐在那边坐到晚上8点。如果一直有人来投票可以忙的话，那倒是还好，不会无聊啦。但恨的就是没有人来投票。当没有人来投票的时候，我们工作人员就只能坐在那边大眼瞪小眼聊聊天而已，所以还蛮无聊的啦。那美国的投票是这样子的，每一个想要投票的美国公民呢，都必须要先去登记申请，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投票方式。最常见的呢，大概有2种。第一种呢是本人直接到投票所去投票，而我们服务的人呢就是选择这种投票方式的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他的名字、他的地址，然后再把他的票券呢交给他去投票，之后呢再引导他投到投票箱里面去。而我们在现场呢也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选择别种投票方式的人呢，投票当天呢，他们也会跑来投票所投票，所以我们还要确认每一个来的人他们选择的投票方法。如果他是选择别的投票方法，当天却跑来投票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会请他多填一份资料，来确保不会有双重投票的情况出现。而第2种方法呢，就是邮件投票。当你选择这种投票方式的时候呢，政府呢他会把你的选票寄去你家给你，然后你填写完之后呢，放到政府给你的信封里面去，然后在选举截止日之前呢，寄回去给政府。或者是投到指定的信箱里面去，再不然就是投票日当天自己或者是委托他人拿到投票所里面去，投入他的投票箱里面去。我们在现场呢，其实就遇到蛮多选择邮件投票的，然后当天却跑到投票所来投票。有一些人是没有收到他的票，有可能是邮差偷懒没有给他送过去，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写错啊，或者是突然想要直接去投票，所以他们就直接过来。这种情况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们会让他填另外一份资料，然后一起投到投票箱里面去，确保政府之后不会再收到他们的邮件变成双重投票。那因为美国的投票日呢，很多都不是在周末，然后大家都要上班嘛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邮件投票，这也是造成各个投票所工作人员无聊死的元凶。我那个投票所是还好啦，我们一整天下来呢，差不多有160个左右的人来投票，虽然也是有无聊的时候啦，不过我有听说有投票所呢，一整个早上呢，差不多只有20个人左右来投票，那边的工作人员都快无聊死了。好，那我觉得这次做这个选务工作最有意思的呢，就是可以跟很多长者聊天。很多会去做这个啊，不是家庭主妇呢，就是退休的长者，他们用这个来打发时间啊，也顺便赚零用钱，还可以跟邻里的人聊天。然后我觉得最有趣、最兴奋的时间呢，就是晚上快8点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位有经验跟我一起工作的老奶奶呢，她跟我说，一到8点马上去把门关起来，因为大家都累了，想要赶快结束回家睡觉。然后差不多7点55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祈祷，千万不要再有人来了，然后开始在那边倒数，然后到8点马上冲去把门关起来。那我们的工作呢，在晚上8点之后呢，还在继续。我们在关门之后呢，还要做一些统计跟整理。这时，如果你的小队长他是神队长的话，你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你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但如果你的小队长他是猪队长的话，你可能到11、2点都还回不去。这次的选务工作呢，我是跟我小妹妹一起去的，不过我们2个人负责的投票选区不同，但是是在同一个场地里面。然后我们组在8点之后呢，依照我们小队长的指示，迅速做好文书工作，整理打包好所有的东西，在不到9点我们就做好所有的工作了。而我小妹妹那组的队长真的是猪队长，一问3不知的，所有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们组在完成我们的工作之后，还整组跑过去帮他们，要不是这样，他们真的到11、2点都还回不去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在美国去投票所工作1天的心得分享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啦，不过我想我应该是不会想要再去了，因为真的很无聊，然后又很累，工作时间又长，重点是工资还很少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